面對關稅問題、利率波動同地緣政治緊張帶嚟嘅不確定性，投資者越嚟越傾向選擇穩健嘅收益策略。宏利投資嘅環球多元資產入息策略 GMADI 旨在提供多元化嘅投資方法，目標係維持投資組合穩定性嘅同時，提供可持續嘅穩定嘅收益。呢個策略嘅大部分派息嚟自自然收益來源，即係債券、票息、股息同埋期權金，減少對資本增值嘅依賴。策略自成立以嚟，持續提供穩健嘅收入水平，主要來自固定收益同期權策略。喺依家高利率嘅環境下，收益仍然有吸引力。我哋亦都預計未來12個月收益會保持喺一個相對高嘅水平。GMADI 嘅組合具備優勢，同時同股息同埋期權金持續獲益，為投資者提供穩健同可持續嘅入息。至於自然收益作為主要收益來源嘅優勢，GMADI 嘅收益嚟自多種資產類別，包括期權策略、高收益債券、投資級別債券、新興市場債券、全球股票同現金類資產等等，可以提供多元化嘅基礎去穩定收益。我哋相信呢種收益型嘅策略令 GMADI 成為投資者喺市場挑戰中嘅可靠選擇。喺充滿不確定性嘅環境下， GMADI 旨在幫助投資者應對挑戰嘅環境，帶來可持續嘅收入。